而家發生緊喺加沙嘅嘢咧，已經超越咗宗教或者文化嘅衝突啦，誤觸到一啲未爆嘅地雷啦，一對嘅下肢咧都嚴重咁樣受創咗嘅。你本身也不是穆斯林，也不是信奉伊斯蘭教，你為什麼會去阿富汗啊、加沙去救助？歡迎大家收看這一集的妹妹 Talk， 我是拉斯達，我是眼力現金妹妹。那這一次呢，我們的那個課題會比較沉重一點點啊，不過就是一個比較國際比較人道的課題，因為隨着以色列在加沙的軍事攻勢呢不斷的升級，當地的人道局勢也越來的越惡化。就在上個星期呢，無國界醫生，也就是 MSF 的這個組織呢，被迫宣布暫停在加沙市的重要醫療的工作。那這也意味着呢，急需那些醫療照顧的孕婦啊、兒童啊、傷者啊，將失去至關重要的醫療支持。那今天呢，我們非常的榮幸可以邀請到無國界醫生的代表，也就是 Dr. Wilson Lee。這個醫生呢是蠻特別的，因為他之前已經報名想要去加沙，成為醫療團隊的一份子。不過呢，後來他去不成，讓他感到有些的遺憾。感謝你在百忙之中，可以抽空時間來接受我們的訪問。首先呢，我想來讓你介紹你自己。係，我係香港嘅李威儀醫生，係一個骨科醫生。我喺無國界醫生工作已經超過17年。咁我第一次去嘅任務就係伊拉克啦。咁喺2007年嘅，我作為一個醫生，本來喺香港工作嘅。咁我有喺唔同嘅地方進行一啲骨科手術嘅教學啦，同埋一啲前線嘅工作嘅。喺2006年咧，我就參加咗無國界醫生呢一個組織。想問一下，為什麼你自己本身會想要參與這個無國際的組織呢？就是從在香港好好的當醫生，為什麼會突然間想要去到就是不同的國家救助不同的傷者、不同的需要幫助的人？咁我爸爸咧係一個消防員嚟嘅，咁我哋自細咧就4兄弟住喺消防局嘅樓上嘅，每日我哋就見住爸爸同佢嘅同事冒住自身嘅危險去拯救水深火熱嘅市民。咁當時咧都有一個志願，就係想承繼佢嘅衣缽，親身參與呢個前線嘅救援工作。但係好細個咧，我就開始有咗好大嘅近視，好深嘅近視。咁基本上咧，應該都唔可以即係通過到消防員好嚴謹嘅視力測試嘅。咁我回頭再諗，其實消防員喺拯救咗危難中嘅人之後咧，往往都係將呢啲傷者咧就送去醫院嗰度，交俾醫生護士去處理嘅。咁我轉頭一諗，其實做唔到消防員，做一個醫生都幾好啊，起碼都係承繼嘅另一種。咁於是我就立志當一個醫生啦。但係正如你所講，我亦都唔滿足於做一個好安穩、好安逸嘅醫生。我好希望能夠好似爸爸咁樣，去到災難嘅前線嗰度拯救生命同埋拯救啲傷者。所以我見到無國界醫生呢一個組織係去唔同嘅天災人禍嘅地方，作出一個人道嘅醫療救援。我就義不容辭咁樣去報名參加咗無國界醫生嘅工作啦。真的我覺得非常偉大，這個想法是。那我想問一下，就是你做了這個無國界醫生，你曾經去過哪一個國家？我去過唔同嘅國家啦，咁第一次去嘅地方就係伊拉克，咁嗰陣係2007年。你去到伊拉克的時候，你第一個你想象無國際醫生跟現實的無國際醫生有什麼樣的區別嗎？其實都好大分別嘅。其實我報無國界醫生嘅時候咧，我就諗多數都會去非洲，咁一啲有饑荒啊、疫症啊，或者一啲比較係地區性嘅武裝衝突發生嘅地方啦，咁去拯救生命啦。咁點知一聽到咧，原來係去中東，仲係伊拉克呢個真係戰亂頻仍嘅地方喎，我自己都嚇咗一跳。我當時真係唔敢話俾爸爸媽媽聽，我真係去伊拉克。我其實係講咗俾佢聽，我去中東某個地方做無國界醫生啫嚇。其實可以睇到，可以預見到嘅危險咧，亦都相當之高嘅。但係我亦都正因為係呢個原因啦，睇到其實當地有好大嘅醫療需求之餘咧，而亦都係冇乜醫生肯冒住呢個危險咧，去當地嗰度即係工作嘅。咁所以我就亦都係更加增強咗我嘅信念去參加呢次
次去伊拉克嘅工作啦。咁翻到嚟之後咧，我仲好快咁樣再報名咗，睇下佢有冇其他即係同類一樣咁有挑戰性嘅地方嗰度參與佢哋前線嘅工作嘅。其實成為一位無國際醫生，除了醫術 OK 要好之外，其實你們會不會有特別參與一些的培訓，讓你們可以在危險的時候能夠保護自己呢？其實每次我哋嘅動員，即係將海外嘅人員派去即係有需要嘅地方工作嘅時候咧，特別喺啲武裝衝突嘅地方咧，我哋都會有一啲嚴格嘅挑選啦，同埋培訓嘅。挑選方面咧，我哋會盡量揀一啲第一有經驗嘅醫生啦，因為其實當地咧個醫療設施咧係相當之缺乏嘅，咁你唔可以用現代醫療嘅水準咧去到進行工作，所以你嘅經驗啦，同埋臨陣應變嘅能力咧係相當之重要嘅。咁我哋亦都唔會揀一啲初畢業嘅醫生啦，因為佢哋可能個專業都未做好，我哋唔可以將一啲受災嘅人就當佢哋白老鼠咁樣，即係提供一啲次等嘅服務噶嘛。咁另外喺心理質素同埋準備方面咧更加重要啦。我哋會盡量揀一啲比較成熟啲啦，比較有喺唔同文化背景之下工作嘅，亦都可以喺唔同嘅國籍嘅工作人員裏面可以好好合作嘅團隊合作嘅醫護人員啦，先至派出我哋嘅任務嘅。因為我哋可以預見到咧，喺呢啲有武裝衝突嘅地方度工作咧，係相當大嘅危險啦，同埋要有個隨機應變嘅能力嘅。咁所以我哋無論喺挑選啦同埋培訓嘅過程裏邊咧，都有好高嘅要求嘅。咁譬如我哋喺一啲武裝衝突地區進行一啲外科手術嘅工作嘅時候咧，我哋會有一個專門嘅訓練咧。每年咧，我哋會舉辦一次一個專門嘅外科項目嘅訓練啦，係俾作為第一次去國外工作嘅一啲外科嘅醫療團隊咧去做充足嘅準備嘅。剛才你有跟我們分享，就是你其中一個願望就是想去加沙當醫療人員，你甚至已經報名了，最後就去不成嘛？那為什麼你想去加沙當醫療人員呢？咁其實我哋睇到咧，往往呢個世界上面有醫療需要嘅地方咧，就係冇乜醫療資源嘅地方嚟嘅。就算當地佢哋本身有醫護嘅團隊啦，無論係佢哋自己即係喺個衝突或者個災禍裏面犧牲咗啦，或者係喺一個有選擇嘅情況之下，有一啲當地嘅員工咧，可能都會逃難去咗外國啦。咁所以往往嘅醫療需要咧，先至係最大嘅。咁我好想填補呢個空缺啦。第一，第二就係我都會見到喺加沙呢個衝突嚟講咧，咁其實可以睇到好嚴重咁違反咗呢個國際人道法啦。咁對於一個咁嚴重嘅不公義咧，我好想參與其中，去到作為一個見證啦，同埋提供咗直接而好接近嘅一個醫療服務咧，係俾到當地受災嘅人民嘅。因為我哋睇到當地無論人類嘅4大需求啦，包括清潔嘅食水啦、足夠嘅食物啦、一個安全嘅居所啦、適當嘅醫療照顧咧，呢4大人類嘅需求咧，都俾一個侵佔嘅一方咧，以軍事行動咧嚟到完全截斷咗嘅。咁所以個醫療需要係非常之大嘅，甚至人類基本需求嘅醫療嘅需要咧，都係非常之大。咁正正無國界醫生會做到嘅嘢咧，其實就係填補到呢個空缺嘅。那你去這些戰地的時候，你有什麼比較難忘的事情，讓你到現在還是覺得可能害怕還是可能讓你覺得很難忘、很難忘的一些回憶？最深嘅印象咧，都係一種好籠罩嘅無力感啦。咁我記得喺阿富汗啦嘅時候咧，咁我總共其實去過2次阿富汗嘅。我深深咁記得咧，就係一次我喺北部嘅城市叫昆都士嘅城市啦，咁嗰度做一個醫療嘅工作嘅。好多時候咧入嚟嘅都係細蚊仔啦，或者婦孺啦嚇。我好記得有個個案咧，就係當地阿富汗嘅小朋友咧喺啲屋頂之間跳嚟跳去。咁跟住即係追個風箏啦。咁有一日咧，就有個小朋友，有個男孩就入咗嚟，就係因為喺屋頂裏面即係唔小心跌咗落地，咁跟住有傷從有骨折，咁我就幫佢做好咗手術啦嚇。經過咗大概1個星期度，佢都可以順利咁出院。估唔到咧10日之後咧，佢又翻嚟喎。咁原來咧呢次咧佢就仲慘，咁佢只不過喺個田野間裏邊踢波嘅啫，誤觸到一啲未爆嘅地雷啦。咁於是佢嘅下肢咧，一對嘅下肢咧都嚴重咁樣受創咗嘅。咁當時咧就係爛到咧就基本上係唔可以
砌翻埋啦嚇，咁只能到做一個截肢嘅手術。咁我記得一個咁細嘅細路仔仲要做一個截肢嘅手術，雙足嘅截肢手術咧，其實對於佢嘅下半生咧，基本上都係冇咗啦嚇。無論係戴義肢又好啦，或者個康復過程都好啦，咁喺資源缺乏嘅地方嚟講咧，基本上係接近唔可能嘅。咁我就可以睇到原來喺呢啲地方一啲好基本嘅權利，即係細蚊仔啫嘛，即係佢要玩，即係放下紙鷂或者踢下波，都可以引嚟咁大嘅傷害，一個永久嘅殘障。咁呢個係相當之令我深刻印象嘅。咁亦都可以即係見證到，其實我哋係做緊一啲即係善後嘅工作啦，可以咁講嚇。解決個問題嘅根源，即係譬如呢啲衝突係點樣引起嘅咧？或者唔同嘅派系佢哋之間有啲咩勾心鬥角啊，繼續到呢個武裝嘅鬥爭啊，事後亦都影響到醫療照顧嘅缺乏啦。咁係有一個好大嘅無力感喺個心裏面產生出嚟。有一些人的想法就是，OK， 那個是戰地嘛，然後一些志願者或者一些醫療團隊，他們自願要去，然後就被一些人來講，誒，那邊就是戰地，為什麼你要去？為什麼你要找死？對於這樣子的想法，你會有什麼意見嗎？我哋睇到即係呢個正正就係一個系統性嘅問題啦，即係可能有一方面其實以色列嗰方面啦，就係用緊一個褫奪咗一啲人類基本需求，包括食物啦、食水啦、居所啦，同埋醫療援助嘅供應啦，嚟到作為一個戰爭嘅手段。作為一個集體性嘅懲罰，俾加沙嘅人民，仲係手無寸鐵嘅平民，呢樣嘢亦都係喺日內瓦公約裏邊咧明確咁樣禁止嘅。咁而我哋就每日見到，即係其實以色列方面咧，就係每日都公然咁違反緊呢個人道嘅國際法嘅。另一個例子咧，就係大家都睇到新聞上面，而家其實有一個國際嘅船隊啦，係運送緊一個物資去加沙嗰度嘅。咁有歐洲唔同嘅國家嘅或者世界各地嘅人啦，大家都喺新聞上面睇到，即係其實以色列軍方嗰度咧，亦都係即係個船隊未去到啦，仲喺地中海嘅公海嘅時候咧，已經公然咁襲擊呢個船隊嘅。咁呢樣嘢我諗係大眾要係保持密切嘅關注啦，同埋提供一啲即係起碼道義上面嘅聲援，俾呢啲國際嘅人道組織去到進行到佢哋有效嘅支援嘅，俾加沙當地嘅平民。明白。其實，在馬來西亞關注加沙這個課題的人民，其實很多時候都比較專注在穆斯林或者是伊斯蘭教的那方面，但華人或者是華社都比較少去關注這件事情，可能有時候會覺得這個可能是兩個宗教之間的征戰，或者是兩個國家之間的征戰，甚至我們不談宗教的話，只是單單國家，我們身為馬來西亞人，好像可以置身事外這樣子的感覺。那對於你來說，其實在那麼遠，或者是也處於是一種心態，是覺得不關我的事情因為反正都離我很遠。你覺得要怎麼樣？或者是我們可以怎麼樣更多鼓勵的民眾去了解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那你覺得我們可以怎麼樣去讓大家有這個意識跟這個醒覺性呢？然後你本身也不是穆斯林，也不是信奉伊斯蘭教，那你為什麼會去這些可能是阿富汗或是你想去加沙去救助這些人呢？我覺得呢樣嘢而家發生緊喺加沙嘅嘢咧，已經超越咗宗教或者文化嘅衝突啦嚇。無論係一個點樣嘅，就算係戰爭嘅情況裏邊咧，都應該有一啲基本嘅原則，一啲國際標準嘅人道嘅原則咧，或者一啲道德嘅底線咧，係每一個參與衝突嘅方面咧，都應該遵守嘅。而我哋亦都睇到咧，呢啲最基本嘅一啲人類公認嘅原則咧，亦都被完全咁踐踏同埋出賣咗嘅。咁我諗至少公眾社會，無論係華人又好，馬來西亞嘅華人又好，邊個世界邊一種民族邊一種語言嘅人都好，至少可以有4樣嘢可以做，作為一個精神上面嘅支持嘅。第一
我哋一定要拒絕麻木啦，保持關注呢啲咁嘅事件。喺呢個資訊氾濫嘅社會咧，我哋日日都睇到唔同嘅慘劇喺唔同嘅地方嗰度即係發生啦。咁但係喺呢啲大是大非嘅面前咧，明明係一啲可以避免嘅人道危機，咁喺一個國家作為一個民選出嚟嘅政府，有一個完全裝備最先進嘅一個軍事組織，都公然咁違反緊國際人道法咧，呢個我哋係大大咁出力咁譴責嘅。我哋要喺呢啲大是大非面前明確咁樣表態，呢樣係第一樣嘢。第二樣嘢，我哋要辨清個真相同埋向外嘅推廣。我哋都係睇到，無論係美國或者以色列嗰兩方面咧，都進行緊一啲反宣傳，都將一啲暴露真相嘅團體或者個人咧，標籤為反猶主義或者支持恐怖主義呢樣嘢。咁對於呢啲反宣傳或者反人道主義嘅行為咧，我哋亦都要明辨真相啦，向我哋身邊嘅朋友講清楚呢啲事實，同埋爭取佢哋嘅支持。咁第三樣嘢咧，其實就係從分辨是非同埋推廣呢啲正面嘅資訊之後咧，我哋亦都要盡量鼓勵我哋自己嘅政府啦，或者喺國際組織裏面嘅代表啦，促使佢哋咧，無論係促成停火啦，同埋促進人道救援呢方面咧，加倍咁樣努力嘅。非常謝謝 Dr. Wilson 你今天一整個的分享，讓我們可以更加理解，到底無國際醫生為什麼他們自己選擇要去一些的國家，又甚至是像你一樣，可能你剛剛有提及的，已經超越了種族，超越了宗教，是作為我們的一個人對於其他人的一個同理心。其中一個讓我覺得很感動的是，第一個你說停止有那個麻木的心態。當我們看到太多的事情發生的時候，我們可能覺得那件事情離我們很遠。哎呀，每天都有地震的啦，每天都有打仗的啦，關我什麼事情？對。但反而 Dr. Wilson 他提及的是提醒我們每一天都可以在我們能力所及裡面去做一些的貢獻，去做一些的醒覺的。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有那個勇氣去戰場。不過呢，就算你沒有真正的去那邊，你不要因為看到人家那個人要去死啦，你沒有幫沒有關係，不過不要對那些人就指指點點。我覺得應該要做的就是你為人家祈禱。那今天就非常謝謝 Dr. Wilson 在我們的節目當中用他很寶貴的時間來跟我們做這個訪談，對，因為是很遠的訪談，也非常謝謝，也因為科技的發達，讓我們可以接觸到你，也讓我們可以認識到你。那祝福你接下來的工作可以完成更多的就是你的救死扶傷的使命，謝謝你，謝謝，非常榮幸。那今天這集的妹妹 Talk 呢就來到這裡，我是眼睛現金，我是拉斯達妹妹，拜拜。